对不对，甜甜？对啊。喂，彤彤姐姐，你手上那个蛋糕，我可以吃吗？我也好想吃哦。可是我只有1块耶，怎么办？我先说的，应该我吃。哪有这样子的啦？我知道了，是我先说的。不然你们2个来讲片，赢的人可以吃。什么啦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讲片就是猜拳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？不是啦，剪刀是剪刀，石头，布就是布哦。我们知道了。那赶快开始吧，预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我们不是要讲片吗？你们一直出石头，那要猜到什么时候啊？彤彤姐姐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对哦，不好意思啦，不然我们改玩数只好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讲片。猜拳，讲片，猜拳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讲片，他们在猜拳。这是什么？剪刀，剪刀，石头，布，这是什么呢？剪刀，石头，布。甜甜好棒啊！讲片，剪刀石头布，小朋友都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